欢迎收看《后上开上工》，开上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土司中阿中古，向海老后上人大在顾了。唔知大家用认识到自己嘅情绪冇？拄到欢喜家下可能是会听到唔定嘅，唔过咧拄到无欢喜家下，你后就会欠子爱错。唔过咧要去看演唱会之前，又会好姐姐咧，一到无腔样嘅情绪，当然可能就会出现。咁么有6个后上人老太向下来分享，面对情绪，都得正面来面对佢，也系3撇几咧，中场分享。首先，老大家手机都系阿子怡。大家好，我是因为情绪管理懂创业嘅阿子怡。情绪管理开始。冇错。因为俺老太家开班疏课咧哈。同大家开导一下，开示一下。开导一下。开导。精彩嘞，对不对？开导。那我今天要走那个忠孝道路。没问题。哦，帮我开导一下。演有效名声，哔哔哔。哦，什么开导？第一找到这个的阿英子。大家好，我是同校用大椎骨缝手来本世界冰强送给英珍。哦，难怪几斤夹夹滚。因为可以当你当紧张。你是每天都很紧张。冇。难怪你按头发。你如果我係心情唔好咪講法，心情唔好咪講法，咪無論做咩事情。拉起來，最高品質靜悄悄。今日有時都冇講啊，我按着方正傳承係咪都對。好，第3找到這個阿路易。大家好，我是杜世瑤，還有上水母就會獻給阿路易。當你冇識到飯，因為冇識到家下就會懂獻懂愛。心優質顏小朋友，沒關係啦，我們要賞啊，優質顏小朋友，有一隻赤子之心總是好的哈。第4找到這個的阿基賢呢？大家好，我係哦，係哈唔會輸到情緒影響嘅機器嚟。意思就會講，佢係冷血通分。他唔叫昆影面色啊，對你酷氣哦，有美奶，不會讀空氣而已。差唔多用嘅意思啊。第5找到這個的阿小鳳。係大家好，我係管理情緒嘅阿小鳳。管理情緒，專門管理騙人嘅情緒。哦，管理開始啊，高管開始。哦，最尾找到這個的阿 B。大家好，我係有壓力就會懂小呢嘅 B。哎，我3押韻誒，3押。好，謝謝。3押成3，3押成3。我知道，我看到你就小你咧，你講話我就小你。像我一開始講到，當你這個無教養嘅情緒，你看到懂聽嘅人啊，懂聽嘅事情，真嘅會聽到唔掂嘅。香港而家去看演唱會之前，要好姐姐咧，哦，是唔是啊？懂哦，先講啲下卜卜表，等下看到眼鳥相用幹啥？你講假使有人吼，要當你講出本人知道懂夢歡喜嘅話，你真係會欠子壓草啊，係冇？當你無教養按到嘅情緒，而且個面對了條情緒，你有乜嘅想法咧？阿子怡？其實真人就金錢講到會聽到唔掂人嘅事情啊，真人懂少啊，因為呢就人生按到會太細事嘛，真人愛懂聽法，真人就會聽到會寫懂難。不過就是佢可能真人聽到聽成歌了。你知骨咧？你知骨咧？咩咩？好嘞。好嘞。出神氣嘅。點解唔係後上幼稚園，好冇？之前有一擺真人就聽到唔掂人，迄個公司就同個中白強，就今年冇才獻從嘅幾三年，就是講嘅係快快嘅，中白強嗰種實力就因為。之前你就向下做嘅廣播節目嘛，跟同戲院做呢位嘅金鐘獎。哦其實嗰種是一開始睇到呢位嘅時係冇按金鐘，去到現場嘅時就店裡嘅時間。冇唔錯，真人店裡一開始就心肝卜卜表，跟心臟會跳出來。哎呦，真人嗰種時係就金鐘到上去盤嘅，真人睇金鐘，後來呢佢主持。吧。
冇啦，那迄叫是，我还是要他做就出来了哦。你讲出来咩？家现场没看到你的相片。你唔起捱嘅，跟自己唔起捱嘅，很多電視機條前冇看到，故作唔信。故作嘅我時呢嘅主持人就講，第一種係咩？一開始講體雜是咩事，捱咩唔敢企起來，後來就講出反正，因為捱就講講會成為減少，因為那係真嘅唔起起來，捱起咩？結果唔起，唔起同感嘅。故所以嘅我時呢，後來捱就談到反正名嘅時，捱就起來，嘅我時哦，捱之後心情真係濃複雜，但係就唔知聽到那邊去自我行嘅動作嘅感通啊，係嘛？睇下做一次介去看樣片啊，真係懂難去形容。干事會到人，還要他們湯匙給你。我跟真係太複雜咧，太難去介去看樣片。都來按到啊，就到我眼咩唔見，就係講嘛，感覺好不負責任哦。而家就會情緒，對嗎？情緒就按你就按因為有。就算冇帶將，你只單槍入去抽到底帶下，這兩個人都有經驗嘛，抽到底帶下嘅時間。冇衝佢按嘅。應該變下競爭，因為佢喺行嘅紅毯，行過佢行頭前，佢行動夾啊。因為佢總唔係行後尾俾人砸到。我嗰種情緒經營係可能而家啲成員咩唔清楚，有一百有幾分，都在上台呢。嗰種人喊到咩獎曾志怡、艾斯克密嘅事件，真係會叫做像注重18推咗嚟啱啱出嚟，更加嗌注重18推。真係，我是嗌就看到嗌嘅叔公阿爸全部都啲嗌嘅鴉片咧，公開啊，乜嘅阿公婆啊，全部都出現咧。店裡嗰啲錢嘅擺喺度。好啦，阿如你自家吃到吼，你有乜嘅時節會出現乜嘅無腔用，老平常時無腔用嘅情緒？我有兩集，老配人都冇腔用嘅情緒。睇下如果張風床嘅時節會欠咧，我喺上水木嘅時節心情會唔好，會不安。就像差唔多一般如果都嘅動珠條啊，還有嘅暗布條愛水木嘅時節，然後我不可能講話就會較冇耐心，較冇耐心，較惡掉嘅。我對老輩對朋友較唔好啦，對不可能較唔會咁樣去。還有嘅杜思瑤嘅時節，上一生呢，我係咩？都是有係咩杯？杜思瑤真嘅冇東西，你冇嘅能量做得本你超起來，你點講？本你超起來，超起來。按呢，本你超。原來是講夾最後冇東西好超，呢個就 sell 唔見啦。超起來，嗰種人就想，佢哋有少年講嘅杜思瑤嘅人，如果唔係真是杜思瑤嘅，係唔拉油，係唔拉油，係唔拉油，那等於都講法了。真嘅搖嘅世界，你連 sell 都 sell 唔出來。真嘅，講就講。所以叫一搖，用嚟搖你嘛？用嚟搖。你要坐地，搖咩？好啦，講到你啦，你自己來講下，你自己知道一開始講到自己他唔會受到情緒來影響，你自己知道自己情緒對你自己都係算係乜嘅，我係有意思有情緒嘅人嚟講，唔係聽人講乜嘅，我就哦冇算啊，我就不當作沒聽到。我有情緒，我想發作嘛痛啊，係咪？誒，所以講應該講，去做好嗰種管理模，所以講本自己去。感受嗰種好嘅心情，因為我壞心情，我就冇想可以去插皮，係咁意思啦。都是現車。我就喺懂其他嗰種好心情，像喺我喺英語啦，結束過後，像喺準備寫成寫好過後係冇，我哋靠我嘅複習啊。你靠複習時，我就會選一個當好看當獎嘅一個嚴肅嘅傳統嘅考試圖。哦，跟有看過我嘅韓國嘅，動高嘅金色嘅啊，金娜娜嘅刀片嘅事嘅係嘛？傳統嘅叫話三片三集嘅種頭擺阿公用嘅嗰種嘅，收起來嘅嗰種嘅喎。然後你就拿得人去考嘅試，你就錯過，哎呦，我用唱嘅外國人佢用按眼導啊。係啊，就去搞我一個情緒，就說，哎呦，我心情當好咧。我你想講哈，佢可能喺當年考試噶哈，很像那個恐怖片嘅那種。啊，唱一架練一架，唱個他就按你掛，唔唱他就按你掛。出現啦，佢真係喺恐怖片哦，冇按你哈。佢阿英真自己知道自己情緒，當年嘅情緒，唱其他平穩啊。只是哈有時候會做恐怖片，聽講人家在考試都唔知要考哪一年嘅時間。唔過家睇時間講
讲到韩讲会猜啦，比如讲参加典礼啦，韩讲都市摇上水母，还有考习的时间。那有问题的时间，各式各样。我爱去个黑英里，有上是心情啊，其实固定嘅，就讲一张嘢底部会有经验了，你嘅心情就动好哦。好，无论做嘛嘅事情，就说，哎呦，动有能量哦。无论发生嘛嘅困难啦，你就想，冇想过，我听朝有办法落去解决。如果有经验了，你就会做，这种心情动带呢，就看嘛嘅事情就会想过。聽朝唔會，雖然唔可以爭要嘅係嘛，可能就誰來沒問，就那種固定嘅，它基本有一種情緒週期規律這樣子，有上時好，有上時唔好，有上時好，有上時唔好。咁你那叫咩心情好咧？哦，其實這麼哦，一難講哦，比如講，你是來金錢會唔好，你是來嘅時間會唔好，你是來高效其實咩會唔好。你哪嘢係好誒？差唔多就2-3年，唔送把給你幾會好。錢會你把嘅時間就會好。就係求其阿婆嘅時間，嘛，該就會講，因為攞去準阿婆嚟，哎求你啊，阿婆今日心情好，對，心情就會好咧。不過剛剛阿英真講到，其實正經研究有發現講，呢種情緒週期，就像海洋。就是像海浪咁樣，有上次有高潮，咪有低就差唔多嗬。你講嘅28年差唔多係一隻循環，前半隻嘅是一種高潮期，後半期嘅是一種低潮期，中間還有一種情緒波動期，差唔多就28年。因為看到咧，一張嘅地度有年係差唔多一個禮拜係動中，有一個禮拜係動唔好，像經常有反挪。真嘅，嗰時候你要看人嘅調價嘅週期係用白，我同你扣錢嘅時間，我唔錯，你酸啊！我酸嘅兩禮拜。他聽噶哈，真係嚟套錢。嗱，你看股票咁樣啦，他調價就係嘛，有氣就有咯。有氣嘅時間佢心情好，佢可以給你調穩嘅時間哈。請到我同你講，給你做嘅股票就跌，太落價哈，就千萬唔好跟你攞去講法哈。佢阿 V 然之間知道，即個係前線用白錢。我迄條擺因為愛做事啊，做服務動作嘅人客，所以壓力動態。佢動作事情冇做聽啊，就會不安啊、緊張啊。當然啊，都會吃到鬼神會，黑魔神啊，我養啊，就會做喺高面啦。嗰時候當然都會食一粒高面肉。真嘅，有上次前期會養到自己嘅身體空間嘛。不過真嘅我根據那個生物學家吼，那個伊麗莎白佢講到吼，人係講愛18年出體，人家空間長壽，因為人個生活嘅習慣以外，最重要人嘅飲食佔25%，人嘅其他佔咧25%，最重要就係人嘅心肝都會平衡。我講咧最高50%要按到，唔過咧拄到了情緒唔好㗎哈，最嚴重嘅事情會發生乜嘅事情咧？先進團後生地合法，等下再來繼續留大家向下來分享了。歡迎來到後生地合法，唔知大家平常時會注意到自己嘅情緒冇啊？今日留大家向下來分享3隻同情緒有關嘅合法。第一隻情緒，我亞波嘅情緒一向冇乜嘅好哦。第二隻生悶氣。不安，係講冇食飽，挨就會不安。第三隻，控制，曉得控制情緒嘅人會得到大家嘅尊重，希望大家就做一隻曉得控制情緒嘅人哦。後生地合法，你爭來了。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你上一段是問過大家講，自己有認識到自己嘅情緒冇？喺我就會講嗬，假使當日嗬，我老阿基現代講嗬，我一天每日對早晨天都蹦跳到啱不跳，因為佢喺個一開再講叫做冷笑口，我就想喺邊掉。係啊，太寒咧。唔點我睇到佢講嘅冷笑口嗬，我真係當日就觸景傷默，我就一下就我就笑起去，我就拜託不要再講了。真嘅，唔再講，唔過講到觸景傷默，有陣時嗬，有人嗬講嘅乜嘅話，有講不你知道哦，當天人家講發生乜嘅事情，哦，當天一下冇注意到哦，像那個。
高血压的朋友吼，可能真嘅要出筋送嘛去。会变肉筋哦。嘿，就係阿基顯，自家來講一下，有發現講那種，你的情緒波動很快的時候，跟這你知道東洋蔥，查一些，查一些促進送嘛，查一些小菜，冇啦，應該還有講，有一支番來之後講，好像也是驗證了哦，你講樂極生悲啊，西扎斯，所以個真係太憤氣都你控制唔得的時間，係懂得營養的哦。有一擺就對 KTV 底杯啊，衝歌位嘛，啊有憤氣甲會跳舞嘛，啊對底杯會用會啉酒。啉酒啉啊，落去個心臟吼，個心跳會跳較急。按住哦，開下用動分析，我還跳來跳去說，哎呦，踩些個跳唔高興嘅，個動氣嘅。真嘅？係，還就是心度跳落就開始啊，快大點，哎呀，還沒踩些會氣咧。踩些會阿公婆要來將來，他說啊，做唔得，我想停下來坐一下，停等來撩一下。哦，給張有變下慢啲喎，係有咩情緒問題啦？肯定又係心臟問題。也搞錯主題了，我圓通啦，跳舞跳一下就跳唔高興啦，漏淚啦。其實兩妹算一部分有情緒相關，因為佢冇吃到，沒有認知到自己的能力唔足。呢個嘅動聽噶，哦，嗌繼續哦，冇想過。冇像這個心臟按唔好，係啦，我控制有可能係你太上工地位唯一就燒到高你們做的你們嘅檢視司機記錄，燒高頭就燒高神，啊自己頭擺有發生過那條，本人知道啊，因為情緒吼波動中，冇錯，但同佢係相反嘅，佢係聽到會死，佢硬係不做到會死，因為嗰種時係硬第一擺經歷到嘅談戀愛就失戀嘛，因為嗰種時失戀嘅時候硬，真係有嚇到誒，就你就會。老公應該心理醫生嘅用詞，沒，心理醫生就唔是咁嘅，有天數講就好了。因為也是嗰種時，真係頭一擺失戀，咩係頭一擺談戀愛就會初戀嗰種時啊，嗰種時就有嚇到，就當初嘅司機幾隻 TQ。包텐啲嘛，係因為嗰陣時真係就會有啲人就講失戀會心痛嘛，聽到人都講心痛係形容詞，唔過心痛係真嘅嘅，我第一擺發現到心痛，物理上的心痛，真嘅唔會痛，真嘅唔會痛。我所以有咩傾向嘅問題？花嘅心中冇。不，嗰陣時我就知道嗰陣時就當年冇做罷考來，就會說啊。規紮司機就會誤會，韓國會受氣感，就是整個人就真的有罷考，你會有一種意象，就是你忘記名從，但係唔過你定跌落去嘅感覺，失重感啊。對，然後嗰種時你就冇辦法食東西，因為你冇辦法食，你完全冇想去食東西，跟但你就心情都唔好，跟想到對方就會開始叫。係，嗰時候嗰陣時，當到啲朋友看到啊，就會講嘛，講講癌症研究冇食東西啊，變到踢出來營養唔好啊，係嘛，計佢哋就會請癌出去食東西。不過癌就看到就冇愛用嘅想去食東西嘅感受，就當從前完全唔食東西，咩唔會肚瀉藥哦。後來呢，癌啲嘅傳行地位度啊，行出價就叫字咧。順風天動人哈，順風天動人哈，癌就真係同大戰哦。冇啦，佢叫出去就懂了，他就大有嚇到，跟我朋友就講，冇唔是差幾失戀咧，唔是差幾，後來我就跟佢子，跟我是含超到37公斤，係就太超啦，就當場足夠強用，係。有咩係就速寫吼，出遊撇下嘅故事，辟邪，出遊。不就哎呦，我說要西方人吼，不都嘛你失戀就要我去打按才講。你就係真係要用真心去愛，唔係從唔愛用，青菜嘅渣男。另類減肥法啦，冇錯，變咗鹹魚。睇嚟啲嗌就冇好到啦，難怪唔會抽。這個鹹魚叫什麼？心情報紙快樂。你記唔記得我需要嘅啊？哦，冇啦，大家注意到。樹啊，就係講嚟啊，就係講罷了啦。眼中鹹魚，當到動작當遊戲。等一下，情緒面唔好咧。唔過講真件啦，就講情緒使用人去控制，你可以講一開始冇去控制好，冇去接好那個分寸，可能自己會失衡啊，失去了平衡。就講阿志而家，而家真嘅會心痛嘅感覺，像阿基健真嘅唔單止心痛嘅感覺，頭拿痛嘅感覺，就連阿公婆就看得到。吼，真嘅老太哥哥他假設啊，你其實嘅人吼，為到維持你嘅身體嘅機能，然後各部位都在正常嘅運作，其實你會分泌青島無窮樣嘅荷爾蒙
们的脑内的那个荷尔蒙、荷尔蒙哈，其中有3种人都幸福嘅荷尔蒙，做在维持人家心情当好嘅所在。第一隻就係血清素、血清素，第二隻催產素，細來細妹都有，尤其係細妹人家，假設有血膠呀、血苗呀一個血栓人家哈，有肌膚的接觸就會催產素會產生。第3種就係多巴胺。多巴胺，大家平常就喺做運動家下，就做啲體驗動兩種無叫嘅幸福嘅荷爾蒙會產生。比如講，平常嘛做啲食掉嘅，像係牛奶啊、豆奶啊，還有豆製品，就做啲本人嘅心情。可能就變到較好，都得控制一下。不過大家有知道講，除咗那種大家按嚟講以外，你知道那種情緒真係可以好好來去面對佢嘛，用版型來面對咧阿姨嘅。我錯講哇呀，追講是當簡單啦，我真見到自家去做到，佢有難為一件事情啊。我錯講就以外亞曬嘅，就係講會看，應該講我嘅 sensor 有冇喺感應器啊，唔可以佢都按敏感。嗱，有啲嘅情況可能係就講火燒到牙師傅家下，就我走啦，燒到張地會燒，張地會燒冇？就一開始想講啊，成老件冇關係係用嘅，應該講捱老前時可能較平淡啦，啊唔講捱錯講咩可以有意識嘅，醫療嘅講壓嘅情緒係用嘅，啊因為你去家將較低，你去家嘛。按去家低，你去家的時間，你就會去了解講哦，我用嚟去排解，用嚟去調整，用嚟去解按你嘅情緒。像有的人就會講哦，我情緒一輪係會欠，又講哦痛煩氣嘅時間，我會欠嘅時間可能就哦，我嚟去變強壯嘅，我嚟帶耳機帶落去。哦，個跳起來，深呼吸，跳定走，躺一條一個少女時代，運動啊，咁咪做得可能咩？有好，所以去調整一下，佢心情就會較好啲。就講有時候對來講，平常真係冇法度去控制，講哦，唔知講我這麼多嘅種情緒，你可能就要當場離開嗰種情緒。像剛剛嘅阿總顧講嘅嘛，唔講嘅乜解我心情波動冇按胎時間，張宇拍是幫伊啊，係講心情波動跳胎，就生意，跟住生意。跟阿志穎知道那種心情都在用版去面對佢。我知道其實自家我去從事平常時就認真去感受，因為完全將情緒變你生活沒做唔得，因為按用這係人，你係人嘛，活生生的人一定會有情緒嘅。不過前頭是情緒沒辦法自家去控制嘅，最主要就係那係你自家有按用嘅自覺法，你發現到哦，我真係情緒出現問題，我冇辦法去控制嘅話，就一定愛去尋求救，愛尋人來傾訴。不過其實前頭是，因為就比如我從嗰種是我失戀時，我自家冇辦法控制，不過雙方人看到，從我嘅朋友看到，佢就會刺痛來傾訴我。你多多愛用嘅研發，咪去批佢來去治療，去批判佢啦。真嘅呢，唔但將自己嘅情緒去從事朋友呢、家人啊、朋友啊，要照顧到。有啲人係自己唔知自己不平呢，真嘅，就是自己冇嘅病識感。冇錯。自己唔知自己，其實呢種情緒已經影響到順風嘅所有嘅人。其實其他人都是在你的情緒風暴底下。當你說要綁條，這樣好騙子暗爽吼，還罵人、豬狗罵車，結果開到碰順。就變成情勒，就變成情緒勒索嘅概念。跟阿小鳳平常時都不卡，都帶去罵啥觀眾、罵啥嘅情緒，也唔知道呢種情緒。其實剛剛講吼，我就發現到，我就係冇注意到，騙人咧，自家覆卡人嘅情緒。覆卡嘅情緒。係，你話真係西方人吼，有乜嘅小事情我講出來。有乜嘅小的事情哈，就會講出來，你要講好認真啲嘛。即係特別在去吼，我想講，我一乜嘅，我出去我爭出去1點鐘，我行我走，我就標古天，我要古天哦，啊古天標啲咧國，古天亂亂的，係，然後我特別10號嘅運，有冇？我咩古天標到水槽嘅，古天亂亂飄，我唔識啊。佢要上次機動開，佢半夜深一點我衰冇，講誒，跟師傅拜託唔難好冇？我又唔記得，古天唔記得。我古天唔記得時間唔記得，我望咗看電視看到衰睇又唔記得關。哦，古天冇關。固定冇關。平常時就冇用誒，就好點點唔點用誒，就有一擺，就看到乜嘅，就火車又罵，師傅又冇人，哦喊卡火車，哦我點解踩死就高睇嚟咗？你前面係啊，古天罵唔難，真嘅罵一擺啊，冇平常時就冇事。你就認得，真嘅
也很元旦，就是累积的，很元旦。我就说我就正常发挥啊，我大班要按来，我当然要按来。你平常时喺心情好，无上应该唔错啊。有事就爱哦。你睇我本年紀費，我你都冇整下幾好嘞，莫講媽阿小鳳嘅，真嘅。俺同講，假使佢平常時就買人家發，就可以像奧利度 Q 用，你懂向懂 Q 嘅，文總就講，唔該買個啦，唔該散步啦，唔該我冇色啦，谁来演哈？有人說男人就是畜生，好，就是小動物，搞歪都在搞啊。唔講你冇搞錢來啊！好嘞，掂。今日吼，真嘅唔係本大家來發洩情緒，來講他清晰多帶樣板型來去控制。不過真嘅問一下觀眾朋友，你知道樣板型嘅人怎會控制清晰嘅人？等下再來繼續來大家共下來討論了。給製作人一個掌聲。等下，我就問，你要係主持人係冇？你來起了冇？哎，起來！哇！很想要了解朴素黑馬給啊，我們從第一天的案呢很空泛哦，我想要學習，但是你知道真沒有去問到底要怎麼做到。他有沒有微你有沒有出窗哎？我要劍要拔掉。還給我。歡迎大家到咗嚟香港台上個節目現場，上台呢是問過大家講係，自家因為講你要發生過那條事情，係因為你情緒控制唔好，點都發生到嚴重嘅事情，呢條嘅事情。唔過真嘅哦，控制情緒唔係按過嘅事情。哦，韓國有呢種 EQ 較高嘅人，真嘅係本人較準確。比如講，你可能係 IQ 同學，做事情同我同強，唔過你老人丟顧家下，管人啊對，對人對開，人家會知道人家啥嘢。快強下，快 detail， 唔該嚟問一下大家，你身邊真嘅有知道？哎呦，EQ 當高當好嘅人喎，你唔係很切假？有意思呢種嘅阿字，有意思，聽錯唔係順通嘅了啥？係有意思，係乜啥咧？我 EQ 不好嘛，總顧。對，我真嘅，唔好講啊。人家講嘅啦，即係嘢就莫講啦，咩唔好講。真嘅莫講咧。我眼真件知道 EQ 同佢眼講出嚟，大家都會認同嘅，就係你嘅香港台上講嘅資助人，係唔係？我做就點嘅咧。眼真人可以做面對亞啥人，真嘅 EQ 唔係啦。你們眼知道青島嘅人啊，尤其你情緒會冇辦法控制好些，青島嘅時很有問題，你身當中責任太重誒，係太多嘅事情要處理咧。我唔錯壓力太大，嗰時候情緒會唔好。不過你嘅資助人真嘅眼知道哦，佢真嘅太厲害、太強、太會控制情緒咧。甚至因為講，佢平常要少分啊，一千要，平常做乜靠一樣，基本要馬啥石頭啦，要馬啥做唔得來啦，自己要做唔得啦，要馬啥唔好啦，那人啊，吼下巴要講唔正啦，那人啊，講話要見夾夾棍啊。我咧掂掂。其實真係從你做節目嘛，你嘅觀眾朋友係唔啲，你做節目真係弄到嘅調前嘅重要嘅時間，還有六日嘅過程，都懂到嘅空隙，還都懂到嘅迷茫，馬姐要去注意。咁其實我知道，從你嘅資助人，要注意按到嘅事情，係講你按到嘅人嘅，佢會本大家就照顧到懂好，大家都會知道，非常會鬆鬆啊，非常會吃菜。咁其實我知道真人做好情緒管理嘅人嘅，最終很有辦法嘅，就算佢讀到懂嘅事情，要處理，懂到嘅困難，懂到嘅人就有乜嘅問題嘅。我講嘅佢都做得用非常嘅穩定嘅情緒，還有非常嘅溫和嘅口氣，懂好嘅言語，去達到佢嘅效果，還有佢嘅目標，也真係就會情緒管理懂好嘅人啊！我們再來給製作人一個掌聲。等下，我就問，你要係主持人係冇？你來起了冇？起來！好做下咧，等你睇過，好嘛？哎呀，係等你睇過啦。好啦，真件啦，就真件嚟講啊，你資助人吼，真件係意思啊，捱咩看講吼，嘅 EQ 清好。有5分鐘難睇嘅時間，難睇畢業時，睇腳畢業時間。真心吧。好啦，第一點，抱大腿我。我們明年金鐘獎如果有一個抱大腿比賽，香港台長都絕對係得名。
阿基hiện知道自己係動會管理情緒嘅人嘛？我知道和東東對練習動作，我係做會唱加咩講講嘅，自己講嘅哦，即係講會唱，你嘅太陽會自動研究咯，係嘛？嚟學習吧，學習幾愛用都在嘛，講很多 EQ 好嘅 EQ 嚟說都係講哦，去處理事情，就說哎呦，雖然動緊急嘅事情，雖然說哇，動緊急嘅事情，臨時發生，其實都在處理到後些，韓國唔愛人因為看出發現到，哎呦。看唔出嚟有乜解奇怪嘅事情，有乜解冇發生嗰樣嘅，冇變化。係，就像我看到啲主持人啊，哦明明用台下，喺度台發生乜解事情，係會唔會就放手喎？本人睇假台下嘅觀眾，因為觀眾發現，哎呦，佢係喺度係處理到後些，有時候見一咩咯，發現咁慢啊，老嘅舞台經驗啦，韓國老嘅有人都處理事情嘅一個態度沒有關係啦，就處理到哎呦就很坦然的去面對啊嘅事情，所以講按用嘅就係愛想愛去攞去學習嘅人啦。冇錯，因為有啲人哈，遇到新發生，佢可能就是有那個 schedule 嘅人，一發生比方講根本然後去做公差，結果公差根本啥臨時停辦，變咗應變嘅計劃 ，A 計劃、B 計劃、C 計劃嘅。佢冇法度接觸叫 A plan 本人大快睇咗，用嗰陣嗌你用嗰陣冇幹冇曬，就變咗哎，呢種可能就自己唔可以控制情緒，用急性嘅人，叫阿應徵來講下。曉得控制情緒嘅人，唔係人順風還有那上人。啊，有啊，像你那個自重明 Q。但係媽呢個就講先分重要。冇啦，唔講話要一 V 好朋友，見咩同人嘅自重強用，唔興嘛，唔拉好唔拉好。好嘞，唔好講安尼啦。嘛，個人都曉得控制情緒咧。係 V 前邊啊，因為大家就看到奇怪，明明你像做節目啦，就會有動尿嘅事情啊，我其實做得冷心來去面對，係唔係佢亞上人真係動有自卑，韓國佢有辦法冷心來去面對，而且想要了解樸素係乜嘅啊，唔係從機械的案例很空泛哦，我想要學習，但是你知道真沒有去問到底要怎麼做到。他有沒有問你？有沒有出窗哎？我劍要拔掉。還給我。不然呢就來聽講佢啊，佢講其實咩唔係佢完全冇情緒，面對到安尼尿嘅事情啊，佢冇要動氣，我哋佢會先將一個心情先表達。啊，唔過表叫嚟過後，唔係現一個壞心情會壓定哦，喺表達過後咧，佢會設一紮時間，再同佢整理好勢論。係啊，比如講安撫條嘅時間，佢唔會影響到人嘅時間，佢將拿出嚟同佢整理好勢。了有啲像呢個數據，當呢啲咧使用，唔過專家咩有講，3分5秒同佢關機，重新落去整理下較好。冇有上時壓叫嚟過後啦，有可能就會爆炸。也有可能係笑面婦。收胎師嘅人，啊，我知道你係笑面婦哦。來講一個啥？唔過我知道阿應徵講到呢樣嘢，我愛想到，本來想到就係蠟筆小新體會妮妮的媽媽。因為對面就完全笑面，真的不卡。可是給長你講嘅拿出來，你可是從。我係知道你像妮妮嘅媽媽雖然按嚟做動後事，唔過佢冇影響到其他上人啊，冇加。你影響到就係佢可能用3年就買一百個新的員工。你做對啦，佢調教成你就會動後啦。安尼動後啦。係啦，其實係心情係可以同佢處理，唔係講哦完全冇心情嘅人咧，佢就會追戰掉。我有去甲處理嘅方式啦，係冇錯。阿峰爸，唔知講演技咧，因為我班人都控制情緒。我當輕鬆嗰種，曉得先躺贏講法嘅。冇躺到一記講嘛，佢哦，你就寫滿然後嘅對面實在。對面我中唔到。你三下來要推對白，你全都冇人講法。你先講才你張講法。我當天先對面三下衝兩下按咧，點先躺贏講法，比較重要，就曉得處理事情。哦，放小放嘅，哦，小起來。按鈕，沒有，就是因為吼，我先躺贏講法，你這樣利用騙人的心情，去照顧到騙人，這樣講出來話，這樣會得行，係冇？韓國有陣時躺到頭，佢後背翻盲講，所以用啲佢後背發展係嘛嘅。係啊，係冇？冇聽說人家講嘅心情就好了，你唔是天天去發現，啊你就有智慧嘅人，因為佢看到嘅，有事情佢度過嘅，吼佢處理過嘅，啊媽嘅樣要亂標，哦我變怕過嘅冇關係，神用冇人貨，用冇死，啊本姨媽冇關係。
你啊中人吼，就头摆安尼啊搞生人讲，就大度就唔惊啊，马度咩唔怕。係啊，皮較盤，就係你啦，皮當盤啦。唔過真嘅本太家來講下，阿英真有知道講那種情緒，那種一下係綁向個，一下又稀稀落落那種情緒，用扮嘢來個人做，一個人其實是都冇事要去個人做嘅。其實係說講我個人做啦，因為唔論係好情緒啦，還是講壞情緒啦，太大佬太少都唔好。故所太時間最重要嘅事情就係冷清落去看太極啦，還講我用辦落去處理，用辦落去消化一條嘅心情，然後最重要嘅事情。就是想辦法來去消化。係啊，因為冇可能講一成年就完全冇任何嘅心情，跟住來到一隻世界當中，咩太可惜咧啊！係啊，一成年就冇情緒。哎呀，你真嘅有3個禮拜有情緒咧。你這個就係你唔啲艱苦，你就唔啲乜嘅歡喜。係冇甘書，故所你講冇心情。冇錯。誒，可能然後他講可能做分吼做鹹吼就冇按呢吼，就連做鹹就唔會冇情緒。係啊。真嘅。阿魯伊作為老太家向來分享是，如果那條人知道啊，也可能唔但將佢自家嘅經驗咯，可能順風有冇向下老佢聽書，去求出片人也講，去請嘅專業嘅幫助。我有一個朋友啊，佢就好得得咧，就會變到嘅情緒變到當激通，係硬罵人，佢咩同嘅當舊以前嘅事情，咩拿出來硬罵，變出來，係路變出來，後踢出來，沒可能，冇確診過，沒有腦霧，沒確診是嗎？唔過呢，我嗰陣時就冇上岸到，我喺過後我有朋友啦講佢咩讀到同樣嘅事情，我嘅俾朋友咩硬罵佢，咩讀到佢嘅情緒當激通硬。就按照受落搏擊，佢後來就同人講啊，幾隻朋友啊，後來硬洋葱誒，開始有嘅分隔，分覺，對，開始有嘅幻覺，叫佢對不卡，後對叫我，我想起佢個睇個空氣來，叫做東漢人，不偏了呢，唔過佢自己冇偏思感，沒有感覺，他自己完全不知道。後對我有嘅做嘅沙管嘅朋友，我嘅朋友啊，佢就講啊，佢就。睇佢去醫院看醫生，啲醫生咁講啊，佢哋就偏我咯，躁鬱症，躁鬱症，啲躁鬱症啊，一定要看醫生，要使用嘅，冇啊，佢會腰嚟壓嚴重。可能有懂你會知道，那種躁鬱症，佢當然就懂激痛。可是其實躁鬱症它就有躁期跟鬱期啊，就佢有可能一段嘅時間佢懂那個情緒，比種嘅激痛那種嘅，我有一段時間佢個心情會懂低壓，就像每天像那個暴風圈咁樣哈，有種很心情很低落。故說拄到那種朋友，可能佢自己冇吃到，你去不偏。佢咩去調試嘅？佢咩唔調定用辦法去控制，拄到那種人吼，可能真要需求去請專業人來幫助。不過咧，觀眾朋友們想下，拄到那個心情的控制，都得講到狀很簡單，用辦法控制的，等下再來繼續老太家向下來分享咧。本來啲看電天是考電局，王太太見過，佢付出拼下落去，冇錢。佢一聽起來前幾年有乜嘅事情，佢無言事故對付出，一定係有原因嘅。其實王太太懂用心嘅，按你3公子，不會你凶一下，你就唔會失智症嘅。見過。你拼下落去，你後來就想啊，我係咪前幾年做乜嘅事情冇講，冇講出來一樣啊！你會記得 Happy Wife Happy Life。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個節目現場，你上一段最尾下嘅阿魯有大家分享講，其實有懂到嘅心情控制唔得嘅人，其實自己唔掂，甚至就是發生嘅抑鬱症啊、躁鬱症，佢自己咩唔掂，是要請嘅專業嘅人來協助，其實會有好轉嘅機會。不過真嘅啊，阿偉做嘅老太家講下，你從頭有人講嗬，太痛過後就會太鼻太少，就會太痛，太痛以後就會頭痛，係，還有嗱就會當痛啊。發生過那條事情，就痛過頭過後，電到頭哪會痛咧？係啊，唔知大家有痛過頭嘅經驗冇？像有一擺喺高中嘅時間，我嘅學長學姐啊，佢哋畢業，結果就同歡喜啊，同幾個嘅滾水滾到黏黏嘅，跌來跌去。後來依個學長啊，佢就對到，然後佢嘅頭拿衝到頭髮，血淋淋嘅，就送醫院咧。有落去神秘嘅故事啦，衝高頭嘅。你那一種會落去
去省鼻呢。还有啲新闻当中有看到，就係唱 KTV 啊，去 KTV 啊，有人就係因為識聽到酒咧，就同人日日到上草必本。哦，有看到嘅報告嘅，嘅當地本來人歡歡喜喜啊，後來就唔歡喜咧，見識用到我搶麥，我也唔聰明，係搶麥做唔得。係要攞兩啲機片嘛嘅合音係冇？係，還有將人嘅嗓音變做唐老鴨。所以我知道好心情做得好好控制一下，咁唔會有聽到嘅太麻煩。冇錯，就你自家當聽家下，你其實自家知道，可能孤島偏遠。嘿，你自家暗聽，結果可能發生，可能等下會發生你想唔到嘅事情。你要想唔到嘅，你下當聽好啦，你下當聽，等下曲到就出事情咧，出事情家下，就像阿師傅講，你等下轉型就跳係啊，就啲咧，你就串通咧啦，就啲死嘅。唔講我做係動音同嘅 V 啊，而家講嘅就講嘅 Loki 神秘嘅事情啊，再嚟就講係做講情緒就兩面嘛。一個係同高嘅情緒，你同 hyper 啊，同歡喜啊。不過你會發現，同歡喜嘅時節，只哦唔可以做唔錯嘅咧現場個檢聽。誒，咁所以嚟講，啲人做係愛樣嘅，本次家係愛較平凡嘅喂。啊，相反嘅咧，你家負面情緒嘅時節，沒有可能會去傷害到自家。跟住傷害到自家最嚴重嘅，可能連自家會傷害到自家生命。啊，咁所以嚟講，愛用做喺邊咯，就真件就會變成一個悲劇啊，一個悲劇樣嘅，就冇按好啦。你本身下問題就係也係最好嘅。冇唔錯，不過其實有陣時吼，呢種情緒吼，唔好講拉佢接好來，唔講你咁嚟壓下去，等到你情緒冇一隻出口家嚇，可能就咩會發生咁嚴重嘅事情。就故說阿自己作為老太家分享啊，有陣時拄到呢種情緒，真叫可以釋放佢。冇錯，雖然大家還沒見過，你嘅情緒可以控制好啊，係咪㗎？不過我知道每種嘅你人就會活生生，故說一定會有情緒。就像你牙癌哈，給觀眾愛的世界，就是說你不可以每天就把那個手都痛，冇錯，那個橡皮書呢，會彈性會疲乏。真嘅，總得去偏起來講，我冇愛用嘅情緒，那麼你就會記起人嘅嘛。我說其實青島嘅時間呢，你經壓定起來情緒點都會爆平。故說有啲時每做嘅本期間有愛用嘅失控嘅時節，係因為青島嘅時你有失控嘅時，可能就會講出真心話，可能講是一下你情緒浮上嘅就失控了，你就講出真心話。冇聽說可能你就同嗰種冇來氣嘅朋友，變成你哋誤會就解開來啊，動到時就變成全部都好了呀。其實從愛期間沒有啲時間，不會本期間失控嘅時，比如講有啲時我就想喺本期間不用送，我就會失酒嘛。但係我有嘅時間係加油。有嘅時間，有嘅時間，按普條嘅時間，係當家啲 Instagram 當紅看到啊，就自由嘛。故說呢，其實從因為愛去個是酒醉嘅話，冇是酒醉唔會啦，不過有時酒醉話我就會糾結，係因為愛可能就會想到叫做愛動艱苦嘅事情啊，可能會想到過去有啲東西冇變好來嘅事情，其實有啲時唔適合，唔難聽做嘅講出真心話，解開個動到誤會，咩可能安慰到過去。氣噶，因為你講出來咧，有同人講嘅，有人聽嘅，你就對安慰咗氣噶，就會變開來咧，就會變下氣咧。咁其實呢，一點咧動作很用不起咧，你失控嘅時，最好係啲順風係非常嘅聲音嘅人嘅順風，因為你失控嘅話，你講出來動作嘅話，咩可能我對方係做嚟聽嘅人，係。接書嘅得，我你今天講出一個天大八卦，給哇！大家都知道以後喝酒要約誰了吼？愛冇乜嘅變咩啦？冇看到咧，沒自由，冇看到。我講真件啊，大家見面好安慰講，你自家有耐得去鋪書，係講你下情緒時要觀察一下，要講你要控制一下時間，因為有耐得嘅方法，耐得去鋪書、控口、優良咧亞手風。讓我為到啲福卡生存，愛見有名頭嘅。哎呦，那你會變好。面對自家人，千萬唔好講出來論貌，去爭錯也係唔錯。全部都係人嘅錯。係佢話啲看定天時，靠定腳。王太太見過，佢付出拼下落去，冇錢。佢一定係愛前幾年有乜嘅事情，認得嘅。笑一下，笑一下。哎呦，快啲，係咪愛錯會有冇人心？有熟識嘅人嚇，自家很
懂得心的人，佢无言世故对你付出，一定係有原因的。可是蒙太妹懂用心哎，按你3不5时不会你凶一下，你就唔会失智症哎。你挑起，以後嚟再說啊！我係咪前幾日做乜嘅事情冇講，冇講出嚟一樣啊！你會記得 Happy Wife。Happy life，冇錯，那有可能等陣就會逢卡太聽聽。基本上你咪飄起，其實要對下，冇事，好，就這樣。我想給蒙黑誒，這腐朽一下，嘿，有樣子，而家有時候會慣性誒，就經過就飄落去，係真冇事，冇事。咁咪嚇到我。假裝做假裝。我知道黃太咧就關人家機會都係煲鹽酥啦，煲咧攞出鹽酥。唔過正經嘅人講吼，按太粗就係按太衰嘅最好嘅方式。家嘅控制情緒嘅方式就好好咧按奶家嘅補養，你喺貴家人就會好好哈貴成人哈，甚至一直到他成人，他成人，先讓你復期前就法所以買賣，叫不如平一下誒，復下有人收有人出，係嘛？正經較好一些咧。後面哦，門就問較好一些嚟嘅門。阿燕子，你自己用把你來控制咧？其實我自己有一隻鋪書啦，就是講我一直想吧，比如我原本啲條路當中發生較唔好嘅事情啊，我就想算了啊，真搭地機去啊，後擺你就冇去向他做事就好。冇啦，開始看洋蔥給他哈，我就會去那個廟裡面哦，幫他詛咒一下，這樣。哎呦，有些年。冇啦，其實我會用較上前、較簡單嘅方式，就會講出來。講好啲心情唔好，好像講讀到尿事情嘅時間，大天發本係最好嘅朋友，啊就同佢講，我發生乜嘅事情啊，懂傾啊，用嘅要用嘅啊，你啊講出來啊。但槍，係做得有一個宣洩，釋放。係有一點就係講，做得用第三方嘅角度來去看一件事情。其實講啊，你就發現到真是冇按洋蔥咧。比如講，小鳳哥打敗我媽嘅就歐北論標，唔過你真想咩冇歐北論標啊？要古天嘅理數咧。叫為歌香係上古再執嚟先。真嘅就講你潛到了，其實就係講要潛到一隻跳啦。嘅阿自己從你好兩種嘅自由工作者，有時候接到條路同方言，結果過一禮拜講，哎呀快睇，你條路嘅方言做，用解釋。其實真係一開始將出來做些事情，本來我同講好，就搶來主持，一係，因為一般人咧，每ngày咧，總係得睇咧。一開始真係非常嘅心情會非常嘅大，情緒會動大。為什麼我輕輕愛氣感唔好啊？我就會動爛啦，故數幾種會陷愛啦。不過後來我就會去思考，我唔錯一開始會否定氣感。不過後來我就會思考講，冇要緊，我先冷靜下來。我說，佢做乜嘅機會先壓三嘢？我去思考講，我氣感有乜嘅優點，乜嘅缺點，跟我要欠乜嘅東西。再講我就會換位來思考講，其實你冇要緊啊，因為你幾次都可能我壓差嘅能力，冇派去主持一隻發圖，那係我去主持發，冇聽說我就主持快睇咧，對我來講電腦係唔好嘅事情。大快揚生。冇唔錯，電腦我冇用嘅機會係本我去培養我嘅能力。冇錯。不過最面還有一條時間，從大家來分享一下，假使對待來講情緒是要控制，加還有那條控，Q 是要注意到。第一隻，拍出去嘅水。舒服啦，有時候我接受，倆就已經發生，冇法度個多做，你又不是小叮當，都小叮當講出年紀，哆啦 A 夢，即係我就係已經本然開單嚟，跟開房單嚟，開就開，唔是騙，你交錢就好誒。第二隻，假使你倆下心情真係會跳唔過去，你大家叫下來，接去。跳去，要好掉嘛，聽呢就離開現場。第三個轉移人嘅注意力，不要一直在那個現場，應到嘅情緒底部，你可能會冇法度。第三個就係講，你真經愛本自己情緒要好好來釋放。觀眾朋友們來注意下呢種嘅情緒，假使冇來去釋放出，可能會出現動態嘅問題。係講話冇法度去解決，家下天才愛請醫生，老人聽說一聽愛記得本自己心情，身體就做得康健嘅，愛記得了。下禮拜同嘅時間繼續來收看後生睇上講，要加睇下大家人可能都是有情緒冇問題嘅時節，你講做事當老實嘅人，唔係講佢唔愛見，唔係講佢完全唔曉得用辦法表達情緒。
颠倒佢也3年，當曉得控制情緒，用適當嘅方式來面對佢。希望大家就學會樣板型管理自家嘅情緒，將做得老人好好來溝通哦。